好多人以為聞到嘢只係鼻敏感，只係年紀大咗。但最新研究發現，嗅覺變差好可能係大腦退化嘅早期信號，仲可能早過記性變差成幾年。你有冇試過沖緊一杯好香嘅咖啡，但係聞落好似冇以前咁濃？有冇行過街市？以前一陣葱薑蒜香就聞得出，而家要好近先有感覺。好多中老年朋友都話：係咪我鼻塞定係真係老咗？其實呢個變化唔止關個鼻事，仲關個腦事。點解？因為大腦入邊負責嗅覺嘅區域同掌管記憶嘅海馬體係隔離鄰舍，佢哋連住一齊工作。當嗅覺功能開始退化，海馬體都會受影響。美國追蹤咗300幾位老人家2年半，發現嗅覺差嘅人之後出現輕度認知障礙嘅風險高咗2%。不過研究仲講到咧，嗅覺退化嘅人腦入面積聚緊嘅阿茲海默症蛋白質明顯多啲嘅。咁換句話講咧，嗅覺其實係通往記憶嘅一道門啊！一旦呢道門開始生鏽咧，記憶力都會跟住受損。好消息係嗅覺係可以訓練翻嘅，每日花1分鐘做氣味體操，煮飯嘅時候主動聞下洋葱、蒜頭、檸檬皮，飲茶前先深深吸一啖茶香，散步嘅時候聞下花香、草香、泥土味，甚至可以準備幾樣氣味明顯嘅嘢：咖啡豆、橙皮、肉桂、薄荷，每日輪住聞10幾秒，俾個腦認住佢哋。呢啲簡單動作咧，其實就係刺激緊大腦嗅覺同記憶區域，幫佢哋保持活躍。從今日開始，用心去聞下身邊嘅世界。呢個唔止係享受生活，更加係保護緊你嘅腦同記憶。